今日看高雄市中一路一栋高起的大楼，总有阿门头落落来去讲到附近的徛街哦，是真危险。市政府稽查嘛发现讲是工程的疏失，已经违反建筑法，罚新责任9万块，嘛要马上停工，全面来检讨改善。高雄市中一路384巷这条巷啊，23号中昼左右，一度阿门头为高空落落来，无偌久巷啊拢是土水，有民众骑车经过，惊甲赶紧倒退，阿门头嘛甲邻近徛互护领讲歹去，民众发现阿门头拢是为边啊这位施工当中的大楼所落落来。25楼，伊伫空25楼的啊，25楼伊迄个帮膜别开抓弄落来啊，对我当然会惊啊，重点就是讲人无安怎。上好，像迄龙卷风安尼，我想只靠迄个龙卷风遐严重，结果毋是因顶悬可能跌无啊。迄日一天24号上午，伫咧民众的厝顶，可以当看到水泥落落来痕迹，民众嘛咧拼厝内。根据了解，这阿门头是为建案25楼所落来，但是现场来问这建案的工作人员，对方拒绝回应。市府表示，经过稽查，是因为施工无注意，导致伫阿门头落落来，会按照违反建筑法相关规定，裁罚的新责任9万块。24号开始嘛爱停工。因为灌浆作业施工不慎，而有水泥块掉落等情事发生，造成市中一路384项民宅与真受损。市府要求业者要积极改善，业者嘛要针对着建筑工地安全设施做全面的检讨改善。民众讲建商已经有答应要赔受损的物件，因初步有共识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